Hello，大家好，我係 Man 啊。咁啊，黎智英嘅科技園案上訴得直啦，撤銷咗定罪同埋刑期喎。喺下午政府發嘅新聞稿咧就作出判決嘅回應。我想同大家分析下咧政府嘅回應啊。第一點啦，法庭嘅觀點啦，上訴庭認為違反租約嘅行為雖然存在嘅，但未達至刑事欺詐嘅定罪門檻啊。而第二咧，政府嘅立場啊，特區政府強調啦。黎智英公司咧，力高顧問有限公司，長期佔用咗蘋果印刷有限公司所租用嘅處所，屬於公器私用啊。即使上訴得直咧，呢件事實咧依然存在嘅。第三點啦，司法獨立，政府指出香港法院咧依據公開透明嘅審理案件原審同埋上訴庭咧均屬於正常嘅司法程序啊。第四點啦，其他案件。黎智英仍然係服刑嘅，因為佢喺2026年嘅2月9日被高等法院原訴庭裁定3項危害國家安全罪成立嘅，判刑20年啦。呢次欺詐案嘅上訴結果係唔會影響佢喺國安刑期嘅定案嘅刑期嘅。第四啦，律政司嘅後續啦，律政司表示會研究上訴法庭嘅判案書啦，考慮會否再提出上訴啊。香港嘅司法制度一向以嚴謹、公開、透明見稱啦。刑事案件入邊定罪嘅標準係超越合理嘅疑點，即係法庭必須確信被告確實犯咗罪，先至可以判佢有罪啊。呢個標準係好嚴格嘅，目的係保障市民免受冤枉確保司法公正啊。正因為係咁啦，唔係所有違規或者係不當嘅行為都一定構成刑事嘅罪行嘅喎。黎智英同時任呢個行政總裁總監嘅黃偉強早前喺區域法院被裁定欺詐罪成立，但佢就提出上訴啦。上訴庭喺2025年1月去審理啦，最後喺2026年嘅2月26號宣判上訴得直。法庭認為啦，雖然佢確實違反咗租約嘅條款，容許力高顧問有限公司長期佔用蘋果印刷有限公司租用嘅處所。但呢個行為未達到刑事欺詐罪嘅定罪門檻喎。雖然佢上訴得直啦，但唔代表黎智英冇做錯嘅。事實係佢過去20幾年一直濫用香港嘅公共資源將工業村嘅處所用嚟處理佢家族私人嘅事務。呢啲行為明顯違反呢個租約精神嘅，亦都係公器私用啊。政府發言人都強調雖然法庭認為未達到刑事欺詐嘅程度，但係呢個客觀嘅事實係無可否認嘅。刑事定罪標準係嚴格啦，係保障市民係一個重要嘅制度。但同時社會唔可以因為未達到刑事門檻就忽視咗被告嘅不當行為嘅喎。黎智英利用公共資源謀取私利令到社會蒙受呢個損失呢啲係值得譴責嘅。香港法院一向行使呢個獨立嘅審判權啦，所有嘅判決都係公開透明。原審法院裁定有罪啦，上訴法庭推翻判決，兩者都係依法行事嘅，反映咗制度嘅公正同埋嚴謹啊。呢個過程顯示啦，香港法庭制度唔單止保障被告嘅權利啦，亦都保障每一個判決都有充分嘅理據嘅。不過法律嘅制度同社會嘅責任係兩回事嚟嘅。法律只係判斷一個人有冇達到刑事罪行嘅標準。但社會可以根據事實去判斷一個人嘅行為係咪符合道德同埋公眾利益嘅。黎智英雖然欺詐案上訴得直啦，但係佢長期濫用公共資源行為已經破壞咗社會公平同埋誠信嘅期待啦。刑事定罪嘅標準係嚴格嘅，係保障市民嘅重要基石。佢確保咗喺冇充分證據嘅情況之下唔會隨便判人係有罪嘅。呢個制度係防止濫權維護司法公正嘅。但係同時社會亦都要明白未達到刑事門檻唔代表冇錯，只係未去到刑事嘅程度啫。黎智英案件係一個好嘅例子啦。佢違反咗租約，公器私用雖然未到刑事欺詐，但係呢啲行為依然係錯嘅。社會唔可以因為佢上訴得直就覺得佢清白無瑕。相反呢件案件提醒咗我哋刑事定罪同道德責任係兩個層次，唔可以混淆嘅。總括嚟講黎智英喺欺詐案上面上訴得直反映咗香港司法制度嘅嚴謹同埋公正。但
但佢過去20幾年濫用公共資源係事實啊，係無可否認鐵一般嘅事實。刑事定罪嘅標準嚴格啦，保障市民免受冤枉。但係社會唔可以因為未達刑事門檻呢，就忽視咗佢不當嘅行為嘅。黎智英冇被判刑事罪行欺詐，係佢公器私用、謀取私利嘅行為，已經破壞咗社會對公平同埋誠信嘅期待㗎啦。好啦，今日分享去到呢度啦，我哋下一集再見啦，拜拜。